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美國紅線頻道。今日有項非常重要嘅民意調查，民調啱啱出爐，佢正在徹底改變我哋對2026年中期選舉嘅所有認知。過去幾個月，左翼媒體一直不斷向我哋灌輸民主黨可能會贏，甚至話民調顯示民主黨大幅領先，預測藍色浪潮即將來臨。嗰啲左翼新聞主播甚至滿懷信心咁宣稱共和黨已經玩完啦，但事實係點呢？喺即將進入2026年之前，發生咗一件大事，對每個民主黨選舉辦公室都造成咗巨大嘅衝擊波。對佢哋嚟講，情況只會越嚟越差。一家叫做 RMG 嘅民調公司啱啱發佈咗佢哋最新嘅民調結果，呢個絕對係一枚重磅炸彈。RMG 係其中一個最準確預測2024年大選結果嘅機構。佢哋最新公布嘅2026年中期選舉民調結果顯示，共和黨領先民主黨4個百分點。共和黨支持率係45%，民主黨係41%。如果加上傾向某個政黨嘅獨立選民，差距仍然不變。正如2024年一樣，左翼民調機構當時努力說服選民，話民主黨會喺中期選舉中穩操勝券，但事實上呢根本係唔可能發生。我哋嚟睇睇哈里斯民調機構對總統川普嘅最新支持率。川普嘅支持率比上個月高出5個百分點，達到48%。大家唔好唔記得，總統支持率咧係中期選舉結果預測嘅關鍵指標。通常總統支持率如果喺40%以下，執政黨會喺中期選舉中損失30幾個國會席位，呢個係正常現象嘅。但 RMG 嘅最新消息咁令人震驚咧，係因為佢哋預示共和黨將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穩操勝券。有兩個極為重要嘅因素正在影響選民投票意向，而且呢兩個因素喺過去嘅中期選舉中並未出現過。呢兩個因素就係選區重新劃分同埋選民登記趨勢。呢兩項因素正俾共和黨喺2026年中期選舉中帶嚟絕對優勢。我哋首先從選區重劃之爭講起。目前德州新增咗5個共和黨席位，北卡羅來納州同密蘇里州都各新增咗1個席位。印第安納州啱啱通過嘅新國會選區重劃方案，可以為共和黨帶嚟2個新席位。俄亥俄州有望新增2個席位，而佛羅里達州啱啱成立咗一個特別選區重劃委員會，計劃喺中期選舉前增加3到5個共和黨席位。將呢啲加埋，即使只用佛羅里達州4個席位嘅折中數字，共和黨而家就可以獲得13個全新嘅穩固嘅紅色席位啦。根據庫克政治報告 Cook Political Report 嘅分析，考慮到德州、密蘇里州同北卡羅來納州嘅重劃，以及加州因為50號提案獲得嘅5個民主黨席位，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前擁有穩固嘅213個席位，呢個意味住共和黨只需要再贏得5個席位，就能保持218個比數優勢，即控制眾議院嘅門檻。但係事仲未完，如果共和黨再將佛羅里達州嘅4個席位，加上印第安納州嘅2個席位，以及俄亥俄州嘅2個席位，總共8個純紅色席位，加埋共和黨將獲得221個席位。如果呢一種以共和黨為主嘅選區劃分地圖保持不變，共和黨喺任何投票之前就已經贏得眾議院啦，甚至唔需要再贏得任何一個競爭激烈嘅席位。雖然加州民主黨人宣布咗重劃選區嘅計劃，想增加4個民主黨席位，但呢個方案需要2次獲得立法機關同意，然後喺中期選舉前贏得全州公投先能生效。由於中期選舉只有幾個月時間，加上競選活動需要提前幾個月開始，民主黨喺加州達到目標嘅難度非常大。即使民主黨成功反制唔公正嘅選區劃分，佢哋可能只能從共和黨手中奪回1個席位，共和黨仍然保有217個席位。換句話講，共和黨只需要喺全國19場選舉中贏得其中1場，中期選舉就會結束，共和黨仍將控制眾議院。嚟緊討論第2個因素，選民登記趨勢。呢件事可以話係俾咗民主黨人當頭一棒，因為呢次趨勢對共和黨非常有利。選民登記趨勢係預測選舉結果最準確嘅指標之一。我哋嚟聽聽選舉預測專家塞斯海塞爾 Seth Kessel 嘅分析。
海塞爾一直密切關注選民登記趨勢，佢哋追蹤咗全國30個州嘅選民登記情況，結果顯示民主黨正以驚人嘅速度流失選民。自2020年以嚟，民主黨選民流失嘅情況一直喺度惡化。賓夕法尼亞州 PA 過去幾個月，有人擔心民主黨似乎正係奪回領先優勢，但係海塞爾指出，呢一種變化更多係因為對11月選舉期間選民登記情況嘅維護，而唔係因為民主黨選民人數明顯增長。賓州關鍵嘅兩個風向標伊利縣同埋北安普頓縣，而家已經徹底變成咗鐵桿熊縣。更令人驚訝嘅係，自2024年11月以嚟，民主黨已經失去咗超過40%嘅選民登記優勢。從數據睇，賓州選民登記對民主黨嚟講只係剩4%嘅優勢，而賓州選民投票通常會向共和黨傾斜3到5個百分點。就目前情況睇，民主黨喺以後嘅總統選舉中可能再都贏唔到賓州啦。如果失去賓州，民主黨將永遠失去行政權利。北卡羅來納州 NC。北卡可能係最令人印象深刻嘅，共和黨距離贏得北卡嘅選民登記名額只係差2000個。北卡有一個特殊情況，佢哋有大量老牌民主黨人轉投共和黨，雖然佢哋登記為民主黨，但係投票時會投俾共和黨，只係因為佢哋冇正式更改黨派登記。而家咧，北卡所有新增嘅選民登記咧，都係登記為共和黨人。其他州喺亞利桑那州，兩黨都在清理不活躍選民名單，但民主黨嘅損失特別大，流失速度更快。共和黨喺亞利桑那州嘅選民登記領先優勢正在持續擴大。深南州、科羅拉多州都發生類似嘅情況，共和黨競得咗6000名選民。喺佛羅里達州咧，新增咗5000名共和黨選民，同時減少咗5000名民主黨選民，等於共和黨競得咗10000名選民。儘管選區重劃同埋選民登記趨勢對共和黨有利，但係中期選舉同埋國會選舉中仍然存在好多變量，例如唔同選區嘅投票率會有所不同。候選人嘅素質同投入嘅選舉資金都有好大差異，呢啲因素肯定會調整我哋上面提到嘅趨勢。所以咧，對於共和黨人嚟講咧，絕對冇自滿嘅餘地，絕唔能夠掉以輕心。雖然目前睇咧，趨勢對共和黨贏得中期選舉係有利嘅，但係選舉仲有1年時間。RMG 嘅民調若準確趨勢已經顯示出對共和黨有利，我哋嘅職責係確保呢啲選票真正能夠投出去。2026年將係一場政治大地震，呢一場中期選舉至關重要，可以話係美國嘅轉折點。如果共和黨今次勝出，民主黨喺未來嘅大選中未必能夠再有優勢，甚至可能喺2028年大選中都贏唔到。呢場中期選舉對共和黨嚟講係絕對唔能放手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期節目再見。